对新郎做了个大官，我要他啦！啊，真坏，真坏！姑姑，你长大了会不会作为新郎啊？不会的，不会的。我所做了个新郎，去上大湖烧了我，去上江水淹了我，去上雷电劈了我。少峰姑姑，你真好。哎呀，他你怎么了？啊，他要得奖了啊！在此等他。你先下船，放好思想报国啊！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做啥？我家沈少爷要上进官考。什么沈少爷、二少爷？没听说过。他们定定我家沈志全沈少爷也没听说过。文州地方一般钱财都在我家少爷手中。咦，现在再多也没马在这条路。让开，让开！我偏不让开。冬梅，衣冠不让。不要我这种人一般见识。哎呀，小姐，听说那沈志全文章改配不同，也要上京广考，王大这么多降龙，只想花他的彩钱买个功名。你是欺人不欺人？是与千姿百态，神与三等洛阳。天下的事见得多了，也是不怪了。哎，小姐，听说那姓沈的当年往向你举过旗。哎呀，不要提这种人，你先下船去吧。哦，冬梅，不要和他们争吵。啊，深夜的情。宋兄，请！哎，深夜的，你去过京城多次，听说那里十分繁华，到底何等模样？哎呀，当
今的京城虽是偏安江南，半壁江山，恰是酒香灯红，暖风熏人。一旦置身温柔乡中，四红兄啊，我等只怕呀，不知今夕何夕，流连忘返啊！月莲，相公，月莲，相公，呀，十王兄啊，少夫人真是多情多义，还特地到渡口相送啊！见过弟妹，这是年兄王世宏，这是沈世娟，我们三人同在上京。沈兄，你我还是先下船去吧。相公，月莲，江边送君上帝境，笑脸江涨泪盈你为言请来托手郎，见不过寂寞难做自差人，我家多思别无常必有那木头警察做礼品，月莲啊，今朝十碰富士去，满腹金铃破自拉心，传公这归报亲。
欢喜，半带阿心。喜的是长子得财已有事，帮我为燕赵生辰，愁的是陈的神。君见王生自度险，风波难测望海深，江环惊叹纷飞去，彼此相逢实从长。娘子，今时一变，不管忠与不忠，石鹏都马上回来。不管忠与不忠，你都马上回来。石鹏之话，娘子难道心中有你？不，牛烈心里。这次你和沈世全他们一同上京，实在听他演讲，京城生命意。娘子放心，石鹏岂为我慈悲同流合污啊！相公，玉莲，你来。你可记得小时候我们在江边看过的戏吗？谁是那本痴情女与魏新郎的戏？记得当时你问我，石鹏哥哥，你长大了会不会做魏新郎？你说不会的，不会的。我若做了魏新郎，谁让大火烧了我，谁让江水淹了我，谁让雷电劈了我。相公，你看，这支警察虽弱却是善良，却喜皆为己色，兼为己本，任凭千责万磨，始终不改本色。玉莲，石鹏此行军察为真，君子一诺，日日千钧。心在精彩起。情断精彩
我父凤飞，相爷正是他手笔。是啊，相爷的书法，别令可比也正清刘公权，成语这边有许往昔子，门生青色大开眼界，真是三生有因，三生有因啊！是啊，不讲。禀相爷，新科状元王石凤觐见。快有请，快有请，有请常元公。蒙召威风，来此一步，望相爷见谅。老夫可叫常你用，田园名利榜首，才华出众，今日成为奇人无私。喏，罚你连年4笔，留下门房。相爷言之有理，言之有理啊！常元公请。为求机，田园国孙艰辛辛苦，奋采风流，难得啊，难得！是啊，相爷为言实人，常元公这归生者，真是当着灯笼也找不到啊！是啊，今日可算是穷言别之，才若智慧都是少年英俊少年禀相爷，花厅酒宴已经备好。好，此次田园，请少留片刻，只为谢请花厅用宴。是，请，表叔，小子拜托之日，今日相爷遇见茶事要我操办，我正忙着呢。表叔，小子与不离一分，只因梦见相爷。玉叔，你放心好了，请。相爷，相爷留下万生，不知有何见教？田园莫慌，手下慢慢说话。是。不知田园贵此事，万生是温州人士。好啊！温州乃文物之邦，素来多出才子，难怪田园一表人才，满腹惊人，可与贵此了。蒙圣上之恩，据说江西鸟州前坡。江西鸟州乃鱼米之乡，好地方，田园此去，定能踏转宏图，前程无量。是啊，前程无量，前程啊！常元公，今日相爷分外开心，你要喜上加喜了。相府千金明
心气高，撇清疾病死亡，更也金榜多在傲。今日里家人要将才知道，张元公你上西临门多荣耀。张元公，万夫快快拜见岳父他臣。相爷，蒙相爷不全为升官恩德，只是我家中已有气色，不管聪明。不妨事，不妨事，不妨事。遇到事义不存去了，要问心的；房子自长了，要挑好的。不拘什么阶级因素，乃自在所为。张元公，你那么聪明的人，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吗？不拘什么阶级因素，果然是自在。然而修身之女始终不渝，更是严在。天元之话也有道理，从而自知其一，不知其二。莫见世上富一骄，贵一气，共卿将相也司空见惯，继承草履也算不得什么大事了。相爷，旁人所谓王生不光王家之命，这是万生之躯，却是万万不可以的。相爷，以往昔家兵四系徒时光，见子女波插门将是贤郎，一直莫精彩，为凭借人上，列下生死门。但愿长，今日我为民初登龙凤榜，淡淡心事岂能忘？相爷你记着杨青草纲章，万生听见了，婚姻之事，老夫也难勉强，用力三思，再做天特。相爷。相爷，快快有请！相爷，智慧才艺，智慧才艺。常元公，我真是不明白你呀！实在相府高子派，你钱财万事做想，平生破多书记自己的糟糠之气不下当，是难杀之人气，冰箱也曾经千两能不当，千金有价金无价，忠心儿子真计了。你不见相爷变脸去而当，真乃是欲等难给求隐藏。他单抗光你太无常，事出有因必定偿，岂不怕来日方长你反手扬？也知
不言他地位，遭他为训，他都不起穷孙家之类。此今他初尝此度，却自此前傲不逊，才儿羽毛前锋，还不知此后张狂哩。是啊，是得好好教训教训他，让他知道天欲多高，地狱多厚。此事倒也一时犯上，只是为着他曾凭在外，把利条约，叫老夫难杀这门情事。相爷，啥要官司成功，先得叫他休了妻子。哦，我倒有个主意，什么？方才慰问之时，如果今日叫做生死权的，相爷可还记得？倒还有点记得。此身份张彬彬，不过实话倒还成。他的相爷可算是忠心耿耿，方才还递上礼单一问，请相爷。废话少说，快讲正事。那沈世权也是温州绅士，听说曾向王世鹏之妻求亲，两人本来就有结的。好吧，此事就由你端着判吧。但愿这股沈世权能给老夫一份苦心的提分。下官请礼而为，请礼而为。慢，事成之前，将王世鹏好生看待，不准他离开京城半途。是。
必了，不必了。你到哪里去呀？哦，接亲家母送饭去。先把米王为王哥，王哥的篱笆我要摇三摇哎呀，你。亲生，是他几句有方，谁叫他生过儿子是此潦倒？常言道，欺老难欺小，就是生能等青云堂。呸！不是我才女来吧？这上也早是报那个草啊，王石鹏。谁断丈夫的黄金衣，都晓得不知胡撒那个忙。那老太婆脸上无福相啊，明里指定难逢那个高。肉脸的八字莫怕苦，莫对金才要对到老。外与侬与爱父子个老糊涂，粗把郎你当真宝，哎呀，粗把郎你当真宝，当真宝。母亲，你不要死了，我偏要死。母亲，王石鹏仅仅家整个日子，怎么还没有一点音讯？他说过，不管中与不中，都会马上回来的。母亲知道，到底是做了高官，举完期望。因我看，他不中你苦，他中了你更苦。亲家母，这话可不能这样说呀。不这么说，哪有这么说你？你倒想想，世上哪有把家中的女儿养得老的？你哪有步步到媳妇娘家把碗讨的？母亲，婆婆她是我接到家里来的，你与其骂我打我都可以，与婆婆无关。哎呦，好一个孝顺的媳妇！气死我了！气死我了！婆婆啊，母亲她一时糊涂，万望婆婆不要放在心上。婆婆，哎呀，婆婆，你要到哪里去？我总算我是阶段也要离开这里。婆婆，你不能走，我要走，我不放你走，我一定要走。婆婆啊，肉脸虽非你亲生女，你待我更比过少心你呀。夫家百万也做两人分，到娘家一句冷言两
才知道不是亲生难聚散。你还是保佑神母早日回来吧。谢你，神母总算来信了。哟，看你们高兴的样子，好像那穷酸真的做trạng元啦。说不定真是如此。哼，大白天什么话？你母亲，弟弟，快快出信，看他说些什么。好。告诉常院沈瓜龙，自身要罪且宽恕。告诉常院。走了，恭喜王老夫人！吃。冬梅啊，你怎么不恭喜我啊？你笑什么？耶！我个宝贝女婿中了头名状元，我哪能不笑啊？真是大白天什么啊！哎，真是以家人生的知心话。来，不是我才女太棒了，这上夜早生保那个草啊，是碰他两儿才见听主官，把世上家铺高。亲家母四妹帅母与吉祥，高明夫人夫妻那个好，我练的把是我怕过。今
下个条，万一侬姥姥眼里好，才把诚心实意的女婿找。来，堂上夸把呼喜剧，亲朋好友都请到，谁为端出你亲家母啊？我临近上北报心意呀，表啊！我临近上北报心意呀，表心意表。你呀，这是往事都是你，还是先端的早晚就亲家母去。对，冬梅啊，快把好酒好菜都端出来啊！弟弟，信还没有念我呢。对，请快请坐，请坐。谁想劝中林守贞？什么？谁想着他为女婿？进来进城谈内务，女子死鬼归不得，王子卿死期别什么？别什么？亲家母肚子没了，你快去端早晚去。弟弟，出了什么事？死期别，怎么？你也憋不下去了？死期别讲，怎么？还有你的家发生？女儿，这是何事情？这是何事？早了，哪来了？哪来了？亲家母，哪个是你亲家母？渺小子不想死人了，我就养不起了他个老母手气。你小小年纪竟然与我顶嘴，亲家母。你要谁？我就哟！你死样的！你婆婆她还在门外呢，敬佩。生家儿子都不要你了，你还叫什么婆婆？你快当开门！我不开，你开不开？我不开，就是不开。哎呦，弟弟，老头子，哎呀，老头子，开门！老头子，好了，好本多一份身家。被你们弄成这个样子，你们叫我滚
不要叫了，不要叫了。我走，老夫人，老夫人到哪里去？老夫人，小姐，老夫人她真的走了，老夫人，老夫人，救我！弟弟，怎么了？弟弟他昏过去了。老头子哎，老头子哎。好，那个老太婆，侬又来了，我叫侬来，我叫侬来，我叫侬来。原来是沈相公啊！哎呀，沈相公，对不起，对不起，沈相公，请。哎呀，沈相公，请。沈相公啊，请坐。沈相公啊，是哪阵好风把侬吹来的呀？听说王石帮休了灵恩。哎呀，你也知道这件事啊？王石帮实在相夫，敬重家喻户晓。再说他的家属还是我带回来的。哎呀，早晓得王石帮个小子这么有良心，当初小生也想热恋求亲，妈妈你可是一口答应的哟。是个，这回老头子动热恋不知好歹了。今日小生二度登门，想热恋求亲，今日明知不可，孝敬妈妈，还与金钗一对作为聘礼啊！又是警察，妈妈请看。吓了我一跳，我以为又是木头警察，原来是黄金宝钗了。沈相公啊，侬真是有情之人，这件婚事我答应了。此次有我在上，虽小许一番。哎呀，快起来！哎呀，妈妈，您爱身心刚烈，只怕不肯答应这门婚事。此事不能胜仗，啥是走漏风声，让热恋逃走，那就麻烦了。一切听从妈妈安排。这里我把他哄住，明日一早花轿得人。好，明日一早花轿得人。
娘，你太狠毒，因为逼我泄露为什么那年迈的爹问前心话，你凭终身，才怕那可怜的伯伯连生还，为着好自己身，所害长命。可叹你手中家教身盲目，抢不了儿为母婿。别了心郎，去的终于放好江平，小儿子听下与郎同喜，江边凭借宽喜呀分，带上此心女，因我泪满襟，心中陪新郎上你去此恨。你真是，我长大后啥做了非心了，谁叫他会杀了我，叫谁淹了我，叫来爹骗了我。
这大水悬崖上千座千金，谁知你谁不说绿绿丝情？知道是紫烟点缀西鼓掌，谁知你忘了遇见心之命？你忘的是疏空之许，你早尽莫从为无影。你看问心来心问去，这天理公堂，天理公堂何自证？来电为我鸣不平，狂欲难息，心头恨。丝巾断了水长，灭了心灯啊！碎了妖精，谢了丝千绪繁絮，尽心绪，复应将不弃此生。
羡慕你死得好蠢，羡慕你死得好冤啊！小姐，不要走！老夫人，你要到哪里去？我上京找这个没良心的小畜生！老夫人，我今要陪同老夫人一同上京。好东嘞，我们走！母亲，母亲，牛丽，牛丽！天阴地震什么景？寒舍青山有雨季。一月前，趁其家事极亲人，恰为何要是黄河无为意？从川下风不生，鸟走改调朝阳人，欲说走早。独饮泉，名为天命有尽。靠什么长远？做什么官？残月盘古我们进去。老教化子不得进入长垣府内。
岂有此理！你听着，我这个老叫花子不是别人，是张元的娘。哦，是老夫人来了，带我进去通报。再当了2天官，家子把的可不小啊！老夫人，冬梅啊，把你腿上的小带取下来给我。我只是件小姐，对小你。我是不想让那个没良心的困境。哦，媳妇，小姐，我今天非当时小出声不可。母亲来了，母亲在哪里？母亲在哪里？你这个小畜生！一见小畜生，怒目强。你背信弃义，伤天良。我高举挂招，将你当。当你个不忠不孝、无情无义、违心郎。母亲，我要金芒水大爱啊！你自己心中明白。哎呀，不明你，母亲，孩子做了错事，杀亲之后，就是当时我也无怨无恨。好，你听清楚了，你写的好一封家书。家书？哪封家书又不对呀？你晚将在把家书背一遍。母亲，背。是。高中trạng元升瓜楼，去守鸟州前盘夫，宰相权从令日在，积累京城叹奈何，有之死归归不得。母亲，害我配得可对呀？下面还有一句呢。方世卿死去别将上京都，不对，是死去别将上京都。母亲，写的是要他告别家里的家事，你明明写的是要他改嫁他人的家事。母亲，是别家，是别家。哎呀，母亲，这是开不得玩笑。谁跟你开玩笑？你写的哪里是家书，分明是休书。死去别将
哎呀，母亲，定有人给了我的书信。是嘞，你没有相夫教亲。哎呀，母亲，儿子相夫教亲，真为孤身一人才死啊！对呀。母亲，玉莲见到这封私信，定是伤心万分。玉莲她，母亲，玉莲为何不与你们同来呀？石鹏啊，玉莲她本来叫我们到上京来的，那又为何不来呢？姑爷，小姐，母亲，石鹏啊，这一年岳父年迈，玉莲家父转身，难以上京。娘家是有岳母操劳，何须玉莲费心？哦，这上京山高路远，玉莲杀鸡叫去，怎能赢得？哎呀，母亲，你年迈之身都来了，难道是玉莲她年纪轻轻？姑爷，是老爷舍不得小姐，叫她明年春天再来。不是，岳母岂会强留出家之女？母亲，莫非家中？不，家中没有才是，没有才是。看他这人色情况，莫非家中真有变故？母亲，不要问我，不要问我，我啥说小姐来讲，只怕姑爷吓得胆战心惊。君，冬梅，你口中年年有事，说什么今日？今日啊，对，是遇过今日，是经过的经，是半经，半两的经，是京城的经，是。这块夸奖实话，讲。老夫人，姑爷别我。哎呀，母亲，孩儿因死去心切，望母亲见谅，其中定有变故，望母亲赦免真情。儿啊！哎呀，老夫人，你不能讲呀！哎呀，母亲，你快讲啊！哎呀，母亲，老夫人，母亲，老夫人，母亲，老夫人。哎，巴萨，母亲，这是借后生带笑，这，哎呀，母亲，你咋再不讲个明白，孩儿就掌柜不起了，孩儿啦！你的家书一到，家中就出了大事，你有没立即去？为什么呀？就逼你改嫁生死决。哎呀，母亲，我替他从也不从。你替他宁死不从，他就……哎呀，老夫人，你不能死呀！都要你夺罪，母亲，你快讲啊！老夫人，夺，母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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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替他宁死不从，他就得将死了。什么？你替得将死了。呀！姑爷，什么？姑爷，什么？姑爷。什么？
孩子你先走，好吧。长生拼一世与你同姑爷，往前万万不哭，你咋走了这路，叫娘思维呀？
想念恨不能生草上次到有名破腹掏心诉中情世间里守着警察也何来愿我不是木难民，哭着哭，警察定下大头门，才知道无缘见老先离分。吐口一笔曾永久特从今天地清荒草曾经言断旧人神去人空也不灵张远文是今日大金贵才发达，那年聚会老了心。母亲啊，你望儿子郎们们的，我有心无力问娘恩，玉莲接受警察子啊，十梦不该谁安心，他切莫有名隐隐过我亲娘用头生。从此望家相念求娘亲曾经一片心。儿郎，你丝丝血泪，叫娘心痛哟哩。你句句出人，更叫娘把过交集。你这么多年的书没有办到，娘这么多年的
话也没与他讲。你不过为是王家的好后代，为娘的好儿子。只是给了我们家属的那个人，害得我们一家。母亲，那封家书，我是托沈世权带回家的，莫非是他？沈世权一肚子外甥，什么事做不出来？冬梅的话有理。兼顾曹元公，吏部文书在此，命你即刻前去广东朝阳上省，不得延误。知道了，退下。是。儿啊，新上师生叫你到江西鸟寨上任，怎么改掉广东朝阳了？江西鸟寨乃鱼米之乡，广东朝阳恰是燕瘴之地。母亲就想见我不肯入贼，叫我调至广东江西鸟寨，改派王世荣、王千婆去了。燕瘴之地多病多灾，那全下分明是要你有去为难。母亲，哎呀，他违抗吏部之命，母亲就想岂肯轻易放过？为今若连深冤，哎呀，我真的剩下这口气了，娘哩。与灯与莲一女与
成绩生须上，这取平无知怎样去？老爷，夫人，臣也来哉，臣也来哉。老爷何时这般高兴？喜事，喜事，云香，云香。快请小姐出来。是。千古义父义母，女儿起来，起来！女儿踏喜，踏喜。弟弟，实在敬佩，来不成，一战去来问唏嘘。王泽梦相扶，特在是强原来，强原来，冤枉好人非成器，好一股唐元国律堂，谁知康文与美丽。这是真的。正义千真万确，那我郎也在何此？那却想必情不正，拒不正他为家心急，命他这计长城去了。从你去经老城开，红丝花衣小路开，揭开心头千千结，喜结回来泪满腮。弟弟也恨不及将心去，不弃主，素心为母早已想到，多月间我已怕苗亮带我死心，前往江西鸟州，却之所来也该回来了。弟弟，你为女儿真是操鬼了心，请上随女儿一把。哎呀，女儿，你要当心身子呀！不妨，母亲，女儿此刻觉得身上的病都好了，血都好了。这就好了，这就好了。女儿，生逢喜事，精神上马，你快去脱掉素装，换上红裙证明。表弟，老爷，隆重算去到生牙寨啊！苗亮，你回来了。回来了。来，苗亮，你可到江西鸟州了？到了。可曾见到姑爷？没有。可曾头视惊讶？没有。可曾带死回来？也没有。那你此去做了何事？元素带去，元素带回。这恰为何？老爷，小人奉命鸟州营，这件嚣张光乱人，怎奈小人不识时，闻过旁人才知情。
民间上写上往前盘，那往前盘怎么样？一张从兵一送命，一送命。苗亮，此事非同小可，你可问明白了？明白吧，老爷，我晚到私衙查问，他们说这个前盘是姓王，是文之人，是经可得中，也是刚刚上身，是从兵生的。老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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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真是天机贪来与我成，才知道心生变苦，更心惊。想女儿来恨出事，凭尊情，怎叫她归母女相团长谁？口难起，心不忍。外不好切心夫人自一听。云香，云香。云香，你快请夫人出来。夫人。云香，小姐可在她自己房中？是啊，小姐她可开心嘞，正在梳妆打扮，晚餐新衣裳呢。好，你去好好控制小姐，千万不要让她到这里来。啊，这是为啥？叫你去你就去，少肚子。是。夫人，老爷有请。老爷唤我，莫非苗亮已从鸟州回来啦？真是苗亮回来了，带来了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带来一心叫声同喜。你说什么？那王日鹏他讲刀刃不惧，就在鸟州评估了。这是从我说起呀，我那不明其实，夫人，若令他天杀多病，只怕他再也坚持不起了。我要设法瞒过他才是。是啊，这件事千万不能让鸟莲知道啊！小姐，你到哪里去呀？小姐，你怎么了？哎呀，老爷说小姐不好了！哎呀，女儿，你怎么了？永香，快去端药啊！母亲，女儿之病，非要可治。女儿，你说的什么傻话？你刚刚完事，身上的病全都好了。是啊，女儿，你一定要好好将养身子。过些日子，我们不是要到江西狂放过夜的吗？是啊。女儿，你这是何意呀？弟弟，母亲，几番风雨，几番尘。
必一丝相去。女儿，你这一话情关分嘞。是啊，花花讲嘞。每逢王老几曾生，千卷心机翻文字，将心事里见芳龄三字情相一杯酒。好月宫多情的女子，为我把阴求将心死了。女儿，这一路风尘，我真担心你的身子呀。母亲，女儿我一回到温州，就觉得好多了。女儿，这5年来，你年年到这江心之欺负，也真难为你了。阿弥陀佛。方才我是可曾陪请大人，今有太阴故居的藤上司滕大人陪同王太守也来此念想，寺中之事忙不过来，请大人先到厢房歇歇。哪个王太守？听说是从广东朝阳而来，即往府城而去，给到路过本地。请英雄，请英雄，滕大人，行为行为，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朝廷说你要为温州团访，贵经色才此相见。哦，只有小女有心愿未了。哦，原来请英雄何家才子，行为行为行为。夫人，你和女儿先到襄王茶去，我与滕兄去谈片刻。老爷请便。想不到秦英雄竟然有这么一个似花似柳的千金，盘在膝下。
只是身子有些虚傻。腾兄欲所不知，小女生死困苦，也则体察毒品。冒昧动分，你可曾婚配？他趁早变故，也则不愿再见。哎呀，钱兄，你真是老糊涂了！我猜你儿子皮定是有所知，查封喜事，说不定能得配接。说的也是，这是小女身心绝佳，只怕年纪轻轻，哪有水挂终身之理？钱兄，等我平日再来替身做媒，今日愿替您做法，喏，才让谁是先生结案王太岁，结案王太岁。是啊，这王太岁哟，广东为官自立的路，清灯夜里曾探摸，因喜的莫切转乡邻五户，他左身江西接安府，今日上人路过此，我陪他将心解放，阿弥陀佛。婚爱千里有缘，须相会，这眼中的美好我来中。陈大生，王太岁已到。我即刻休去，钱兄，这桩婚事你要与父孙明商议，我这就去问一问王太岁，您在朝府考过细细啊！王太岁，这个唐高头44万年辛苦头，不过他说的这个骄傲王太岁倒真是不错。弟弟，女儿愿侍奉上亲，终身不嫁。女儿，我知你生存不忘王日鹏，只是死者事业，真则杀之万丈。女儿不妨一见。女儿不嫁。必须对女儿平气有益。弟弟堂儿心生观，这是金钗之门，终身不忘。女儿曾代天立下誓愿。什么誓愿？杀要在家，只非杀中西侧。女儿，老爷，女儿不愿，你就不要勉强她了。好，做我事去吧。弟弟，王太岁，请。滕大人，请。王太岁，滕大人，此番路过文州，蒙大人宽顾，同来将心之大贼，下官这下拜谢了。王太岁，我看你呀，还需再拜我一拜，再谢我一谢哟。这恰为何？王太岁，你的喜事来了。太岁堂亮晶晶，
丞相当门啊相称。天子要带门回应，与小老人我当成，我当成。邓大人，下官趁早举鞭，终身不去了。这位小姐百里挑一，皆不可胜，太师不妨一见。下官不见。难道老夫之言负理？大人怜我万身官人，只是监察之门，终身不忘。下官曾代天立下誓愿。哦，什么誓愿？他要再去，自非十种西城。哎呀，你呀！王大人，时辰已到，请大人念香。去，邓大人切勿见怪。去吧，去吧。天明，王郎啊，我鸟配无声话平能，夜夜苦与同是天。
丞相。方丈快来！方丈快来！大圣有急事。方丈，实在不曾是哪家杂卷？哦，是福建前安福家的小姐。他，就是他呀！大圣，什么他就是他呀？哎呀，方丈，实在等大人审美的定是此人。哎呀，世上哪有如此相似之人？莫非他就是我的？哎呀，大圣，你在说什么呀？哦，你不明白，你不明白，我去找邓大人，这就去，这就去哟！王太岁，王太岁。哎呀，方丈，终算找到你了！哎，方丈，刚才我你说话的可是叫王太岁？正是叫王太岁。他，哎呀，既是他，既是他，小姐，他才是他！哎呀，世子，什么他就是他呀？啊，你不明白，方丈，请。今天出了何事？怎么一个个都有毛病了？云香，云香，云香，小姐，他是叫王太岁，你没与弄错，不错。哎，小姐，我代访你，那王太岁真的想过夜吗？人相貌倒是十分相像。哎呀，小姐，你我们快去当面问个清楚。哎呀，真相为明，只怕审错，死不得。哎呀，是的，是的，是的的。都他胆。女儿，你方才结婚，边上模样，原来是云香在背地里替你领着红娘。弟弟，此事与云香无关。实在，女儿在殿前未见王令，遇见了结案王太岁。哦，居是登上师弟亲之人。他怎么样？他好像我那夫君王世伯。王世伯，女儿，我看你是思念过深，眼睛眶花，听糊涂了。老爷，女儿此话是出于因，不妨想法当听当听。事后打听，要是不慎闹出笑话，叫老夫查案于王太岁，事后通常为官呐。弟弟，女儿这里有精彩一枚，乃是当年夫君的聘礼。明日不妨请邓大圣与王太岁先来赴宴，当测试精彩，不遂一气而出了。老爷，女儿此计甚好。好啦，为父以你求是，谢弟弟。为父去吧。老爷，云香问贵子面。起来，起来。谢老爷。云香，小姐。哎呦！
来看这是什么？青天，王太岁，千万勿要请你我即刻前往房江亭赴宴。放江亭。哎呀，这是我日思夜想的地方。邓大人，你我快走！大人，快走！王太岁，大人，王太岁，王太岁。此事真相为明白，十之八九。邓一位啊，我还要杀飓风，造梦东，叫他们结夫，躺到满廊中。王太岁，王太岁，父神也请四儿遇到女俩白发葬头，前往望江亭。弟弟，等一位望江亭上宴请，女儿我想来想去不辞长生。哦，这个为吾早已想到。喏，这两相处决定在望江亭外，你们母女藏身错内，既困得起又听得明。多亏弟弟想得最早了。女儿，为吾在亭内问他底细，那王太岁测试你夫，你有时候告诉于我。弟弟，今日乃是元宵佳节，此事等女儿听得为娃对对，遂点起花灯。答对一句，求点一盏。对，要是前度答对你，那遂把上上下下、里里外外、远远近近的花灯统统点亮，高高挂起。好，此次为吾先走一步，你们谁而求来？是。邓大人，你放在已经关过，现在还要再关三杯，再关三杯。秦兄，你错昨天我不曾饮酒，今天倒要一醉方休，一醉方休。哎呀，王太岁，我们大人，我们来，斟酒，斟酒。实在要他后天来，按照粤语细教来，和他传真来一起恰为我他弄作呀家子哎。哎呀，秦兄，你怎么不好？一定要好，一定要好！来，实在他答应真金团，凡事由他来安排，只怕他为何现在把事不查，毕竟
哈股痛快，哈股痛快哟！来，斟酒，老爷，你怎么自顾下去，不谈女儿的婚事？去看剧的。陈大臣，你昨天在江心寺里要为小女做媒，不知这件事吗？哎呀，不成啊，是不成。为何不成？哎，苦恼他满心，对天发誓娶婚姻，说什么自费十从西方车，要他再娶是犯不能。哎呀，这大的事情不是这样。王太岁，你本是上方士，你情我愿两成心。既然你对天发誓愿，我不管高攀，左怕人哎呀，邓大人，上风不愿到方便，不在地他修事。来，喝酒，醉了许醉。陈大人，哎呀，少夫人，昨日你催他穷穷做媒公，今日里家中无度杀举夫，他不将真经说明白，虚挂为少，陈女中用香陈言。将讨张他生。大年夫妻因恩爱，他因我变故投江。
我咋做了负心了？水上大火烧了我，水上江水淹了我，水上雷电劈了我。